风台威派暴风圈啊是继续的扩大，嘛愈来愈靠近台湾。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提醒这东半部新竹以北，阁有台南以南的民众，就要特别注意。雨落甲真大，雨势力一直飞，要是看袂清楚路牌。宜兰地区透早一直上大雨，市区也透大风。基隆北岛渔港船只拢用锁啊固定，观光船业者讲，用一天就已经一港热风，透早趁雨变细，这日来看会停航到礼拜日。基隆屿它一天的上岛人数的上限是1200人，所以用这样推估的话，2天至少影响2400人次。基隆受欢迎的景点正滨渔港，透早游客无多，连绵出季、连绵落雨，游客把握时间翕相。还好啦，应该这种天气玩起来还蛮舒服的。人潮差很多。大概平常那边都是拍照的。对，都是游客。气象署继续发布微拍风台、海上风台警报。最新的资料显示，风台伫过去3点钟强度又搁小可增加，暴风半径搁扩大，中心伫五岳区南西平海面，向西北西东西咧行。暴风圈当要渐渐通过台湾南边的近海东部地区，有关注意大水雨。花莲地区及台东山区要注意大豪雨持续在发生中，而在宜兰地区、台东平地还有高屏的山区，也要留意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。气象署也继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一直到暗时，新北市一寡地区可能会有平均风9级以上，也是阵风11级以上发生。新竹以北、台南以南甲东半部地区也要注意强风。受天气影响，遥控缆车也公告因为山区的强风，用时间看天气的状况来决定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